老板，有只猫，你帮我拿一下，来。呀，好可爱呀！哎呀，宝贝呀，老板，好可爱呀！你要不要摸一下？不用了，我不喜欢掉毛的动物。你相信我，你摸一下，保证你会爱上它。摸一下嘛，来。怎么样？它的毛发是不是很柔软？它这样看着我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它喜欢你啊，它知道跟对了主人能吃香的喝辣的。它没有主人啊？看样子应该像一只流浪猫。哎呀，老板，不如我们把它带回去养吧。我们收养啊？老板，你看你呀，人长得帅，又有才华，人又善良。再说了，你家空间那么大，如果我带回去的话，奶奶跟姑姑身体都不好，我也没时间照顾她呀。老板，那我考虑考虑。好，既然你考虑了，那我就要跟你说清楚。如果你养它，那就不能抛弃它，给它喂好吃的，给它洗澡，要对它负责任，不然还不如不养。如果它知道被主人宠着多好，就回不到现在的生活了。哎呀，暂时啊，只是暂时寄养在我家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经常去你家看看它？当然要来看它了，不然我一个人养。好嘞，谢谢老板。那我们是不是要给它起个名字啊？你看啊，你姓顾，我姓江，顾顾，江江。你这个名字不可以啊。不如叫它冰淇淋吧。我们刚好是在吃冰淇淋的时候捡到它，就叫它冰淇淋，怎么样？行，从今往后你就叫冰淇淋了。冰淇淋，冰淇淋。老板，把冰淇淋给它吃，看它吃不吃。你喂它一口嘛，来嘛。来，吃不吃？换一个呢？你自己选。你要识大体，知道吗？入乡随俗是最基本的礼貌。别以为你长得好看，我不敢收拾你。想在我家留宿啊，你必须洗澡。过来，让你过来。这么聪明啊，知道这里是洗手间。来，过来。以后啊，这就是你洗澡的地方了。